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的房价上宽，敢会变做甲垦丁同款呢？讲当地热门的地段，平均行路10步，都有一间店面要来出租。尤其是逢甲大学门口的北京广场，这个密度上悬，有8间的店面空空要租人。有店家就来透露了，因为人客群减少了。也毋过，房价上宽的主委认为，是这上宽当要面临转型，才会出现空店面的现象。 这个所在要出租，这里是租约到期，毋是铁门入来，就是开一半，内面有人咧收拾物件。最近租厝北大统计发现，房价上款热门的逢甲路台租店面有32间，福清路有21间，密度上悬的是伫北京广场甲屋台街有8间单要租。在西安街里面把它打通了，然后呢，3月的时候会把文华路 这个围墙，那个学校的围墙也拆掉，其实逢甲商圈会越来越大。个人认为，其实商旅增加了，所以你刚刚讲空租率基本上应该是说它并没有影响到店面的出租，反而是把商圈扩大之后，你把它纳进来之后，当然商圈的空租率就变多。 房价相关主委认为讲，是因为相关等咧扩大面临转型，但是相关的摊贩因看到的是人潮都差了一半啊，开了10几年了也撑不起来。游客啊，很少人，平日还是假日啊，很少。摊贩讲，人比过去较少，连10档的老店拢根本退袂落去。无定是因为空租的现象，房价租金冇变动。应该都没有都在掉价。是因为都租不出去吗？还是？算是吧，天度太高了。 逢甲路19巷是大家拢知的美食街，有摊贩表示，卖酒厝主最近咧降租，这波出租条。 伫这个月，也就是春节的前后，才出现的。摊贩拢希望这只是一个短期现象，大家无希望加做下一个肯定。